美匯指數喺2025年跌大約9%，符合先高後低嘅預測。預期2026年美元或先喺年初沉底，勞動力市場疲弱推升減息預期係主要嘅拖累因素。諮詢公司 Challenges 嘅數據顯示，2025年美國裁員人數高達117萬人，創2020年疫後新高。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亦都徘徊喺近190萬人嘅高位。美匯指數或者下試2025年9月低位96.22。美元築底之後，或者可以喺2026年下半年再重新升到去103左右。美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，大而美法案嘅刺激經濟措施，美國政府放寬監管、減息以及人工智能主題嘅綜合影響，均有助美國經濟喺2026年再度加速，支持美元回升。美元短線沉底較為有利日元、澳元同埋紐元，但係即使美元喺2026年下半年回升，亦都無阻日元繼續升值，澳元同埋紐元亦都可以保持喺高位徘徊。日本薪金升幅令到服務業通脹保持高企，支持日本央行繼續加息，而海外投資者對日本嘅資產需求上升，亦都改善日元嘅供需平衡。美元對日元喺未來數月仍有機會跌到去約145左右，並喺2026年年底進一步跌到去140。澳洲央行結束減息週期，當地勞動力市場緊張，央行上調通脹預測，樓市強勢以及家庭消費強硬，均反映澳洲嘅貨幣政策過於寬鬆，今年或者有空間加息2次，加上人民幣升值穩定，澳元對美元或者可以企穩喺0.68附近，而0.6450左右嘅支持就較為明顯。紐元對美元今年年中或者可以升至去0.59，受惠紐西蘭央行過去累減超過3厘利息，利好經濟需求。相反，歐元、英鎊、加元同埋瑞士法郎較大機會未能夠突破目前嘅高位，並需要小心潛在嘅貶值幅度或者較大。歐元或者已經完全反映結束減息嘅利好因素，英倫銀行同埋加拿大央行有空間追減利息，而地緣政治風險減弱，亦都降低瑞士法郎嘅避險需求。2026年美元或先低後高，但係無阻日元、澳元同埋紐元表現較強，可以逢低吸納，而歐元、英鎊、加元同埋瑞士法郎或者會較為落後。謹祝大家成功把握2026年外匯市場強弱分化明顯嘅投資機會。